早晨，阿媽，咁呢度嘅天氣咧就夜晚都仲係好凍嘅，即係幾度啊，好凍，所以啲嘢擺出邊咧都會雪爛。咁但係日頭咧就會暖翻啲啦，有太陽。咁今日開呢個 YouTube 咧，即係呢個頻道咧個目的咧，就想做一啲片俾你睇，就係點樣？我諗到第一個嘅節目就係教你做一啲運動咧，令到你好瞓啲。OK， 啱啱煲湯嘅時間，我熄咗先啦。其實我都好少煲湯嘅，不過有好多藥材買咗，咁所以我都煲啲湯，幫下幾正，清下啲肝腎啊，好似好差咁，我覺得係。OK， 咁呢個運動咧就係想你食完飯之後，可能7點零8點睇完一輪打牌啦，睇完一輪節目之後啦，準備瞓覺啦，之前嗰半個鐘做嘅，咁就幫你咧做一啲運動咧，初咧就係呼吸嘅運動，少少嘅拉扯就係你個呼吸嘅肺嘅胸腔啊，咁同埋俾好多氧氣你個體內個肺吸收咗之後咧，幫助個腦去舒緩，然後咧就好瞓啲，同埋瞓得腍啲。咁你可以試下呢個運動，連續做3、4晚，睇下效果點樣，就可以打翻電話俾我，俾翻啲意見我，又或者睇呢條片嘅時候咧，我假設而家呢條片咧係星期2嘅朝頭早，或者星期2晚啦，係咪星期1晚？今晚你睇到其實都，咁你今晚星期1晚食完飯啦，而家啦食完飯啦，7點零8點食完飯啦，坐喺度睇完電視之後咧，就做呢個運動，好嘛？而家開始啦，前奏講得太多，咁舒服坐喺度啦，電視機喺你前面啦，咁啊做深呼吸。8下，然後忍住8下，呼氣又8下，跟住再做。呼氣8下，呼氣8下，再做啦4組。呼氣8下，做咗3組。呼氣8下。咁我預計你做8組，深呼吸8下，閉氣8下，慢呼氣
8下，為之一組，做8組，咁啊可以飲少少暖水，上床瞓覺，咁啊會容易啲入睡。好，你試下第一個動作係咪先？咁聽日同一時間咧就做，其實做3、4晚啊呢個動作。3、4晚之後咧，即係聽日今日7號、8號、9號、10號啊！10號我俾第二個動作你。咁最好今日、聽日、後日有任何意見、有任何反應，都或者試下用個微信留個言俾我，講俾我聽你嘅意見，或者打電話俾我，好嘛？咁係咪嚟緊再教你點樣用個微信去錄音或者錄片？咁樣講咗少少呢度啊，咁新屋上個禮拜係住咗1年啦，啱啱即係收咗鎖匙1年，咁就開始亂翻啲啦呢幾日個情況咁樣。好，遲啲再拍片俾你睇。今日係咁多先。